俗称这个孙山园的森林护管员第一届专业技能的竞赛，伫台中当时林场来举办，有120位的护管员来参加，讲这个比赛的过程真精彩。 一个花开始，森林护管员零碰扑啊向前冲到定点了，随接水由队员游水管，搁冲30公尺，顺利完成下水任务。伫平地就真辛苦啊，不过因时常都伫山区执行这款的任务，真正是无简单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5月16号玉山事业区52林班森林大火的事件。 台湾有6000多土地，拢互树林砍掉咧，有1000多位森林的护管员，唔拿忍受芳电、糖加恶劣天气，还佫提防山鸟鼠、崩山等等危险，因我是精通18般的武艺。为了展现平常时训练的成果，这一天伫当时林场办头一届专业技能比赛，有120个护管员伫这里拼冠军。过程中充满趣味性，嘛互人敬佩这群森林的守护者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